1983年，大俠霍元甲橫空出世，歌頌咗俠之大者，仁人志士嘅愛國情懷。主題曲《萬里長城永不倒》嘅氣勢，更係激勵咗一代又一代嘅國人。黃元申都隨之爆紅，成為世人心目中真正嘅霍元甲。但係就喺佢名揚四海嘅時候，卻選擇剃度出家。咁究竟係點樣？唔通真係如同傳聞所講，為咗還緋聞女友趙雅芝一個清靜，所以親自丟低自己嘅前程咩？如今佢已經還俗34年啦，佢過得還好嗎？1971年，黃元申誤打誤撞進入咗臥龍狂虎劇組，憑借住佢幼時嘅武術功底，成功步入咗演藝圈。第一套劇上映後，黃元申就已經小有名氣，導演都非常睇好佢，喺媒體面前將佢誇得天花亂墜。此後，黃元申嘅演藝生涯就正式開始啦。不得不說，黃元申嘅星途確實好，啱打出啲人氣就接到無數嘅通告，一度被稱為武打巨星。1983年，佢主演嘅《大小通吃》一部功夫喜劇片，受到咗廣大觀眾嘅喜愛，票房突破100萬。此後嘅黃元申更係成為咗響當當嘅巨星，前景一片燦爛。1975年，佢更係自己成立公司，開始自導自演，賭鬼就係佢嘅得意之作。闖出咗一番成績後，佢又先後自導自演咗着錯草鞋行錯路、心貼錯門神、陸小鳳同埋西門吹雪等多部影片。之後佢主演嘅 CID、絕世雙驕都受到咗無數人嘅追捧。與此同時，佢都攞獎攞到手抽筋。1981年嘅少年黃飛鴻更係助佢一臂之力，佢嘅事業再次更上一層樓。1983年，大俠霍元甲更係令黃元申穩定住咗佢嘅地位，成為咗第一部引進內地嘅香港電視劇。此劇一出，風靡全國，黃元申真正咁俾全國人民所睇到，認為佢就係霍元甲本人。佢兩袖清風，優雅斯文，若隱若現嘅神情，竟然仲有一份同我哋嘅領袖相同。喺舉手投足之間，無不透露出充滿瀟灑帥氣嘅成熟男人魅力，既有公子書生嘅儒雅飄逸，更有英雄赫赫嘅豪氣同埋灑脫。然而之後，佢更係一帆風順，但就喺此時名滿天下時，佢突然退隱歸山，選擇剃髮為僧。呢個時候就有傳言話，因為佢同趙雅芝嘅花邊新聞被鬧得沸沸揚揚，佢為咗保護趙雅芝，所以先選擇退出呢個烏煙瘴氣嘅娛樂圈。咁佢同趙雅芝之間究竟有住點樣不為人知嘅秘密呢？早喺1975年，黃元申初出茅廬就先把家成咗，妻子都係一位台灣演員，名叫史善宇。結婚時年僅19歲，雖然佢嘅父母唔中意呢個新抱，覺得史善宇年紀細唔識事，都認為過早結婚會影響個仔嘅事業，但係黃元申仍然同妻子好恩愛。史善宇喺結婚後就放棄咗自己嘅事業，幫丈夫生咗一個肥肥白白嘅仔黃吉良。然而事故就發生喺1978年。當時佢同趙雅芝同喺一個劇組，嗰陣時趙雅芝火得一塌糊塗，而佢卻係實力派演員，所以佢經常會私底下教趙雅芝如何先可以將戲演好。喺佢哋長久以往嘅接觸下，就有一啲別有用心嘅人曲解咗兩個人嘅關係。佢哋合作完《大報復》同埋《漩渦》之後，突然被傳出緋聞，兩個人都企喺輿論嘅頂尖。一個以為人父，一個以為人父，咁係相當有看點嘅。就喺緋聞漫天飛揚嘅時候，間隙中仲傳出咗兩位都有可能分辨。喺史善宇同黃元申鬧離婚，準備離家出走時，喺細角落嗰度發現咗一張情書，落款處係一個之字。
不言而喻，呢個必然就係自己嘅丈夫寫俾出邊嘅小情人嘅。睇見呢封信後，史善意嘅脾氣更係噌的一下就上咗嚟，直接同黃元申大鬧咗一場。黃元申一直喺度懇求妻子原諒佢，俾佢一次機會。可能係因為史善宇19歲就跟咗佢，心一軟就原諒咗佢。不過鬧過呢出之後，黃元申確實改變咗，一收工就返屋企陪老婆細路，兩個人又重歸於好。之後史善意更係為佢生低咗一個女，此時嘅佢兒女雙全，幸福極啦。但係趙雅芝嗰邊就冇咁簡單，呢件事直接導致咗佢婚姻破裂，一夜之間從一個4口之家變成咗帶2個細路嘅單親媽媽。此後受到輿論嘅壓力，二人都唔再往來。據悉當時仲有劇組睇熱鬧唔嫌事大，再度邀請二人合作拍攝《刀神》，二人卻紛紛拒絕。眾所周知，互聯網係冇記憶嘅，呢陣風都好快過去啦，彷彿冇發生一樣。黃元申再次回歸事業中，創造新嘅巔峰。但係喺1977年，佢拍攝《無名英雄》嘅時候，呢件事再次被掀起。彼時趙雅芝已經二婚，生低咗佢嘅第3個細路，而佢嘅前夫似乎係見唔到佢咁好，所以再次將呢件事抖咗出嚟，令佢哋又再次企到咗風口浪尖。呢次黃元申並冇再次發聲，而係直接宣布退出娛樂圈，剃度出家，皈依佛門。好多人都為此感到惋惜，畢竟黃元申嘅演技喺演藝圈入邊係不可多得嘅，佢嘅霍元甲影響咗無數人。但佢或者係因為唔想再趟呢趟渾水，所以選擇退出。但明明可以選擇普通人嘅生活，點解卻偏偏剃度出家呢？其實呢個都並非無緣無故。喺佢啱啱步入社會嘅時候，大家就知道咗佢鍾意食肉。呢個肉並非我哋所理解嘅肉，佢鍾意食嘅係生肉，尤其係生牛肉係佢嘅最愛。佢認為生肉可以補充體力，令自己渾身都充滿力量。佢都因此被叫為食肉怪。佢呢種諗法持續咗好耐，直到遇到咗一位信佛嘅居士。佢話食肉就相當於殺生，你應該食素。黃元申當然唔聽佢講，甚至仲反駁佢。但係居士話牛係食草嘅，但係佢卻身體強壯，咁樣係為何？少林寺嘅武功厲害，但係寺廟入邊嘅武僧都唔食肉，佢哋嘅力氣又來自何處？呢個問題問得好有難度，黃元申作破腦袋都諗唔明其中嘅奧秘。呢個時候，居士向佢介紹咗一本佛學入門嘅書籍。睇完之後，佢從中學到咗好多嘢，瞬間恍然大悟。所以喺佢退出娛樂圈嘅時候，佢選擇咗皈依佛門，既可以修心養性，又冇後顧之憂。喺作出此決定後，佢同妻子協議離婚，將仔女託付俾佢全權照顧。父母親嗰邊儘管都諗唔明白佢點解要咁做，都無條件支持佢，叫佢遵從自己嘅心。呢一下，黃元申放心咁剃髮為僧，每日打坐冥想，都係活得輕鬆自在。佢話出家全係佛言所定，喺剃度前，我早已厭倦世上，厭棄虛榮，後逐漸漸遇佛法，心中感到豁然開朗，令我充實平靜，於是萌發咗出家皈依佛祖嘅決心。喺修行期間，儘管一日就係食早上同埋中午2餐飯，佢都絲毫唔會覺得身心疲憊，仍然全身充滿力量。喺出家之前，佢仲患有嚴重嘅失眠；喺出家之後，一切都冇啦。每日作息規律，飲食清淡，閒暇時間淋花練字，忙得不亦樂乎。佢好慶幸自己選擇咗出家做和尚，再都唔會俾外界嘈雜嘅聲音所影響。呢度乾淨無瑕。佢就咁樣度過咗16年。2005年，佢結束咗出家生活，還俗之後，佢帶住屋企人移居國外，再度過上咗悠閒嘅生活。
16年嚟，史善宇一直冇改嫁，獨自將兩個細路撫養長大成人。史善宇話：16年中好多次都到咗門口想睇下佢，但係都被黃元申拒絕咗，所以16年嚟佢哋一直冇見面。還俗之後，佢變得無比通透，面對一切事情佢都坦然接受，然後非常合理咁解決咗。當有人問佢仲有冇煩惱嘅時候，佢話煩惱係有嘅，但係可以化解，因為呢啲嘢本身就係虛幻嘅，係由心生出嚟嘅。如今黃元申已經75歲，佢仍然保持住修行時嘅生活習慣，做到咗真正嘅退隱歸山。此時嘅蹤跡我哋無人知曉。佢退出咗娛樂圈，必然係娛樂圈嘅一大損失。有人話黃元申之後再無霍元甲，可見佢嘅霍元甲影響力係有幾咁強大。回看黃元申呢一世，可以話佢係幸運嘅，因為佢嘅演藝道路上幾乎冇咩絆腳石，佢嘅一生都喺度行緊一條上坡路。然而佢都係不幸嘅，畢竟一個緋聞就將佢無限美好嘅前景事業葬送咗。如今佢嘅功成名就早已灰飛煙滅。試諗下，如果冇中間嘅小插曲，佢依然喺娛樂圈嘅話，咁佢將會有點樣嘅成就？但係事已至此，任何事情都唔可以再追溯，只要一生活得開心，咁就足夠。祝願黃元申老先生長命百歲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